甲早期台湾社会媒体形式展现出来，也佮同台下观众做互动。这是成功大学第一摆办的台语选秀，规场用台语口说，相当趣味。内底有包括这个电台啊、歌戏、布袋戏的成分伫内底，伊嘛会使透过这个机会，互更较侪少年的人啊，会使去参与这个活动吼，而且嘛当愿意来开喙讲台语安尼。活动内底看到真侪少年人、学生囡仔用因台语来表演，来发挥因的创意。来做出无共款的表演，伊一定有开足侪时间去练习。看到内底有看到有人咧唱歌，啊有人就是表演，佮传足侪道具。无共科系学生组成17支队伍比赛拼关家，透过表演空歌唱的方式来传承台语这个优美的语言。主办单位嘛邀请京剧歌王谢明佑等演艺界专家担任评审，看会出来校方对这场比赛的重视。比赛会引起大家去学嘛，比如摇奖金、也有奖牌，也是有做新闻。对即摆囡仔来讲，会希望听到，伊就想要去学。希望讲会当互新代学生啊开喙来讲台语，而且会当用台语来表达因的创意。成功大学中南部学生比例超过43%，去年启动成功台语计划，让学生的台语更加生活化。就亲像是后来流传的一句话：成功人成功台语，台语一定会成功。台南新闻所采访报道。